近年發現最舒服嘅狀態其實係識得做減法，好似揀 Colorcon 咁，要喺舒服同靚之間攞到平衡。我私心推介近期最完美嘅眼神投資就係呢幾款嚟自 Olens 嘅 Colorcon。我最中意就係呢款最新推出嘅 Glowy Tear Mini Grey， 佢係 Olens 首款58% 高含水款式，佢做咗超幼邊同雙重高光設計，好似加咗一層好通透清冷嘅水光感，加上冇放大效果，精緻得嚟完全冇刻意感。而 Glowy Brown 聽講係長期賣斷貨，佢嘅單色高光好透亮，雙眼好似自帶打燈效果咁，只會好輕微咁放大，日常淡妝大都 OK。另外呢款 Muse Shine Brown 高顯色灰啡色底配灰白高光，睇落好有層次，有好自然嘅混血感，戴上眼唔會太誇張。想要雙眼更有神，可以揀 Realish Brown， 佢嘅外圈黑色比較紮實，上眼好顯色，放大效果啱啱好，俾人一種俏皮又有活力嘅感覺。除咗啱啱介紹嘅 Glowy Tear Mini 係首款58% 高含水款式，其實呢4款全部都用咗獨家 Pluscon 專利親膚材質，長戴一整日都仍然好水潤舒服。喺 Olens 買 Con 唔同直徑、色調、款式設計都揾得到。而家官網買滿200蚊，輸入我嘅優惠碼即享85折，仲可以連埋網站買4送1一齊用，至上節超級抵，快啲去官網睇下啦！